燈影斜移。呢度係凌晨3點嘅鬼故，我係子柔。今晚嘅鬼故係關於關燈熟睡之後，房內無故偏移嘅詭異燈影。我房間天花燈位置固定，燈罩穩固，從未鬆動。每當凌晨2點半，全屋熄燈漆黑一片之時，牆上會慢慢浮出一道細長斜影，影子緩緩左右游移，唔似任何家具投影，更似一個人悄悄站立晃動。房內密不透風，無風無動，所有物件靜止不變，唯獨呢道詭異影子夜夜浮現，慢慢游走。我多次手機照明對位檢查，完全揾唔到對應嘅投影源。老街坊解釋，呢間房曾經有人深夜久病離世，臨終前長期坐喺床邊望住窗外，魂魄習慣咗深夜靜坐，所以夜夜重現人影燈影。你以為黑暗之中只得你一人安睡，其實每一晚都有一道無形人影靜靜企喺你房內，陪住你瞓到天光。